大家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彼此来祝福哦。所以主的恩典够你用啊，我们彼此来祝福。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邀请圣灵来掌管我们心。吹进我心，来吹进我心，慈悲圣灵吹进我心，在主的脚前奉献我心志，慈悲圣灵吹进我心。第一节再来一次，第一节，来吹进我心，来吹进我心，慈悲圣灵吹进我心，在主的脚前奉献我心志，慈悲圣灵吹进我心，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慈悲圣灵掌管我心，在主的脚前我完全安息，慈悲圣灵掌管我，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慈悲圣灵掌管我心，在主的脚前我完全安息，慈悲圣灵掌管我心。求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也让我们一起用主的话来感谢，也用主的话来查验我们的罪。我们一起用上帝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感谢赞美这位神是赏赐万物，他也是叫丰盛的慈爱，他的怜悯，他是一个愿意赦罪的。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恳求，我们求上主来赦罪，我们求上主来涂抹我们的过犯。我们一起开口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也开口来祈求他的怜悯赦罪。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了。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因你的信实，使我们能够回转，使我们能够有得赦罪之恩。求你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我们的过犯，好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为要得着你的赦罪。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你是掌管万有、赐下一切资源的神。谢谢主，在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寻求你。亲爱的主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慈爱信实的神，你必要赦我们罪，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也要满足你的公义，所以因着你的慈爱，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
为要涂抹遮盖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恤。主，谢谢你，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但是你竟然愿意在你的眼中看我们都是宝贵，都是眼中的同人。谢谢主，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因为你赐下恩典的管道，所以我们可以大声来呼求。谢谢主，因为你是赐福的源头，所以我们可以用信心来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也解除我们跟神之间那赐福的管道是不是有障碍。求你自己来洁净，也赐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随时的供应。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坐。我们要来看可以得医治、得供应、得赐福的这一些的经文哦。我们一起来。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怎样要怎样就可以怎样哦。你可以把你改成我若怎样哦，我就可以怎样，可以领受哦。那成为你的祷告，弟兄姐妹，你需要在这几方面能够经历神的供应医治。有弟兄姐妹在医院我们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现任长老他的那个癌症的有这一些的菌伤口没有办法这个愈合，所以这一些的经文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因为弟兄姐妹在这样软弱，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些的医疗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一个方法，求的方法。所以如果你在这几方面有需要，你可以邀请耶稣在你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掌权做主，也站立起来可以为你祷告，或者是坐着你手按着在不舒服的地方，或是你的心里，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供应、赐福跟医治。只有你开口，你自己单纯的开口向神来开口的时候，神就听你的祷告，因为这神是后世百物垂听怜悯他儿女的祷告的神。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我们为你们来服侍弟兄姐妹们，开你的口，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感谢，一起来寻求。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赐下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管道。主，你为我们来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为我们受刑罚，我们得平安。谢谢主，你已经提供这样的管道，凡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的管道。主，你也赐下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管道，说我们谨守遵行，留意听从你的话，那些福就要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主耶稣，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呼求你、寻求你的时候，主，你就是我们帮助，你就是我们供应者。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你赐下美好的事物要给你的儿女。你给我们有一个管道，就是凡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没有分别，你必要赐福。透过敬畏，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也尝试你的话语说，凡留意听从、谨守遵行你的话，那一些福，你所写的福，就要追随我们。
我们缺乏吗？主啊，照着你的话，听你的话，信入你的话，活出你的话，这一些的美善美福就必追随我们。谢谢主耶稣，当我们软弱需要医治，主你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鞭伤、受刑罚，我们得医治，我们得平安。感谢你，借着这些的管道，可以让寻求你的人得着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你是多么恩典慈爱的神！谢谢主，让我们用信心来寻求、来支取、来开口，也来张口，领受你的丰满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为主日礼拜来守望祷告。我们来读以弗所书6章18节，一起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弟兄姐妹，你要为谁祷告祝福？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要祷告的人。你可以这样祝福他们哦。弟兄姐妹，还有一节来，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管道，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的子女。所以我们要一起为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特别今天我们圣经学院院长阮介民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提前来因为他的时间都被订满那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愿主来赐福刚刚也在上个礼拜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也续任就是这个院长那未来几年，特别在整个这样的经营这样的一个怎样带领学院那也为牧师祷告，牧师也是经营小组的召集人，所以为着学院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来祝福，可以祝福众教会。那为我们礼拜天我们有领袖列车，还有阿嘎培的同学会我们夏令营完之后欢迎他们回来所以等一下牧师也会上去跟他们分享。那阿嘎培的领袖小组，还有我们透过小组的牧养昨天跟这些亲子这些的家长其实去那个什么羊稠坑步道那其实牧师去就是跟这些家长建立关系也聊，然后他们的孩子，我们透过这些的牧区，其实最近这些牧道有一个姐妹，我载她然后她愿意在9月受洗，感谢主。这是因为我们有牧区，有这些弟兄姐妹的陪伴，有弟兄姐妹介绍来那我们恳求神来透过第8区透过每一个牧区我们来牧养这些的弟兄姐妹，因为你参与祷告、关怀、牧养，所以让这些牧道的朋友，他们能够得着福音的喜悦好，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主来赐福，让这些牧区的同工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为了这些的牧区我们特别为了今天主日的信息求神使用他自己的话扎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让我们能够成为蒙恩的子女。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开我们的口向你来寻求，求你的圣灵就运行充满在你的会众。当你的同在、你的圣灵运行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渴慕，让你的真理扎心，让你的真理释放我们，使我们得着灵性的自由。谢谢耶稣，求你的圣灵现在就运行，不管是实体的或是线上的弟兄姐妹，
主啊，同感一灵，我们要领受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主啊，谢谢你，我们要宣告你的丰丰富富的恩典要降临在你的会中，你的荣耀要充满在这个会中。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这里掌权，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的赞美，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你的恩典如江河来涌流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让我们提名祷告的，愿你的平安、你的恩惠、你的慈爱就降临在我们所祷告的那些的对象，让他们也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耶稣，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应该欢欢喜喜。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而盼望不至于羞耻。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我们神。最后你们双手来拍手。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
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一起来拍手，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哈利路亚！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行在水面的信心，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他必为我们征战。哈利路亚！是的，主，谢谢你。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有一颗不动摇的信心，可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跨出去？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走出去我们的舒适圈？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从头再唱一次。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我跟你走。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啊，我们不完美，主啊，我们不特别，可是你却仍然愿意献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我愿意跟你走。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
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纵然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找我们走出去了，可是我们是伤痕累累的走出去，还是以拥抱这个世界走出去？我们相不相信别人？我们相不相信你？流下的泪水有甜度，你值得被肯定，被呵护。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看人生一路上的风景，有耶稣的看顾，就不孤独。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将你的重担，将你的困难交托给神，将你的泪水，将你的不安交托给神。你流下的泪水有甜度，你值得被肯定，被呵护。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看人生一路上的风景，有耶稣的看顾，就不孤独。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脱去所有沉重回忆，看见他微笑的表情，神看每个人都如此美丽。当我再次睁开眼睛，身旁的你如此清晰，愿我们珍惜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
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爱是谁？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主，谢谢你，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朋友。谢谢主，你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你为爱降生，为爱牺牲，为爱你带领我们，有一天要回到我们的天家。你从天上来，就是要成为那条我们回家的路。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爱到愿意牺牲流出宝血，你爱我们爱到愿意为我们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谢谢主耶稣，让我们透过你的话，透过这些诗歌来回应，透过奉献，透过参与圣工，透过我们垂听你的话语来传福音，就是回应你的爱。愿你来赐福今天的礼拜，充满你的同在，也愿我们用信心勇敢的来回应你的呼召。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圣经学院院长阮介明牧师在我们当中。他是我神学院的同班同学，然后感谢主，那在圣经学院过去这个任期当中，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哦。那过去也曾经在我们迦南教会实习过哈，所以大概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有一些的印象。好，所以我们就用行动来支持哈。那特别牧师现在也是在圣经学院担任董事哦，那不懂事的董事这样哈，他也负责在经营方面，所以最近也通过在1楼的整修哈，等一下如果有时间让院长来报告哦。那我们也特别关心学院他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如何透过一些的研习来祝福我们的众教会，让牧者、让长职有这样的一个进修的机会。那我们来帮我按一下。教会历年来有一些的奖杯，然后那放在5楼，但是最近我们发现那个柜子塌下来了哈，还好那个玻璃没有掉下来破掉哦。那不知道是这个重还是那个木头已经腐烂了哦。那我们就是有拍照存证了哦，现在把它数位化。那如果当中有你曾经参与的那你愿意拿回去做纪念哦？那在楼下我们就大概这个礼拜那来认领对你来讲是有纪念性的哦。那9月4号，我们今年度的第5次圣礼典要受洗报名的在8月21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要庆祝父亲节。那提醒我们的这些的弟兄我们这些当爸爸的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父亲们我们可以出席来实体那我们
如果当日或者是8月14号出席的这些父亲们除了不可抗拒的或者这些行动不便的，我们另外可以预备给他们。其他的我鼓励你们回家回家来，我们一起来祝福我们的父亲们那我们的青年牧区在8月20号，8月20号的7点到10点半，会先有一个桃林铁道的 U-Bike 挑战10公里10公里如果骑脚踏车应该还好了那另外还有什么？如果你不想骑，你要用走的，为什么？因为你不会骑的话你就用走的那我们可以，这个是试水温相信我们在今天会有57周年的庆典活动的筹备。那未来在比较凉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办一些的活动户外的活动。那也为了我们有一些的感恩的礼拜我们在筹备当中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待在云端太久了你会陌生所以我们陆续的回到我们当中。那我们过去的一位牧师陈怡志牧师，他会在8月2号星期二在台北中会议会的时候在淡水教会举行进城退休的感恩礼拜我们在代祷当中来祝福那你按，可以来，再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谢秀凤执事她的女儿嘉文，还有他要跟门诺会的廖杰阳弟兄因为他现在还在读华神还不是传道了那我们为他们祝福，在下个礼拜礼拜下午3点半，要在台北济南长老教会举行结婚礼拜愿主来赐福这对新人那特别为他们未来要服侍的道路来祝福。好，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马可福音5章34节，再一次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马可福音5章34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弟兄姐妹，你要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吗？透过这个管道，可以让你来经历。特别也为着圣经学院的这些需要来奉献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的你的刚强，贫穷这一生无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无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
上的父，赞美你是信实的神，感谢你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天父，你说我们寻求你，若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帮助我们，无论在困难之中或疑惑之中，仍然祷告寻求你。帮助我们在顺遂安逸之中，更要专心寻求你，免得我们轻忽懈慢得罪你而不自知。现在献上我们当纳的金钱、时间、才能，愿天父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阿门。坐下，前彼此来祝福说：你是蒙恩的子女，你是蒙恩的子女。亲爱的尤牧师、英业牧师、世谦牧师，以及在座的各位长子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让我再次来到迦南教会。那是去年也有机会，在更早之前有很多次有机会，不论是参加同工的聚会，或者是让我们伤心的，包括我们的前任牧师陈道雄牧师的告别式。都有机会跟许许多多的同工一起领受上帝的话，愿我们圣徒每次相聚的时候，充满了感谢跟赞美，也学习更多的机会，我们彼此互相关心。在还没有阅读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主，奉你的名，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奥秘。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透过聆听，透过学习，看见神你自己话语当中的丰富。祝福我们在礼拜堂的弟兄姐妹，也祝福在线上的同工，让我们同有一个心志，为福音而站立得稳，为所信的而成为这时代的宣教的勇士。帮助我们有信心踏出我们的舒适圈，进入上帝你自己的恩典。也祝福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悔改还转归向你，好让我们成为上帝你自己恩典的见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帮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神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地方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崩，看过许多医生，受尽许多痛苦，耗尽所有的家产，可是她的病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听过耶稣的事，所以杂在人群中，走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心里想：我一摸他的衣裳，一定得医治。他的血崩立刻止住，感觉到身上的病已经好了。耶稣立刻知道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就在人群中转过头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他的门徒回答：你看这么多人拥挤着你，为什么问谁摸你呢？于是耶稣环视左右，要知道是谁摸他。那女人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战战兢兢地来跪在耶稣脚前，把实情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孩子，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你的病痛消除了。这是上帝的话，愿他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今天的经文，我要用下一个标题，叫做打败信软的。这个信是一种信心，也是一个信仰。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也会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会软弱，但是如何打败它？相对的，也是对我这个信软的来讲，打败我自己，因为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你在何处失败，你在何处就要靠着主的恩典站立；你在何处软弱，就靠着上帝对你的大能，让你能够从中再次的站立。我常常会开玩笑说，自己不论是在服事，或者是在面对人际关系，常常都会有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好软弱，从脚就开始性软，到头也性软，所以我开始都常常要提醒自己，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要用几张图跟大家分享，这个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得到。你看到这一张图，
你看到有一个女人，她用她的右手压在地上，因为可以想见她的身体软弱，或者是她的重心不稳。她的另外一只手，左手要触摸耶稣。你仔细看这个图哈，其中都看不到脸，但是有一只手，是不是像在枪毙人家的动作？有没有看到一只手？他做这个动作，意味着是什么？我们很直接、很清楚、了当的理解，一定是说：你怎么挡在我前面？你赶快滚吧！我很讨厌你，赶快闪吧！你为什么挡在我的前面，变成我的绊脚石？所以要把它毙了它。无形当中，我们也会讨厌一些人，希望他赶快闪开，闪到一边去。这是第一张图。但是这个人，不论背后的人怎么指点他，但是他还是要触摸耶稣。他过去的软弱，在这个时候不再是软弱。不论别人怎么看着他，不论别人是怎么说他，都无关紧要。第二张图看到这一个女人，这位生病的姐妹，她倚靠着墙壁。我们常常需要倚靠的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哪怕是一道矮墙，或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拖住你，但是他这个时候他的眼光看着是走过去的耶稣，他的手伸出来要触摸耶稣。同样这一张图也没有看到耶稣的脸，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他要打败他的软弱，即便他需要倚靠，但是真正的倚靠是什么？第三张图可能比较小，但是你可以仔细看哈，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的头上有光圈？再仔细看一下，头上有一个光圈。我们知道，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代表神圣的头上就会有光圈。你仔细看，有的人有光圈，有的人没有光圈。你再看那位坐着的那位姐妹，矮人一截的那位姐妹，她头上有没有光圈？有，她有光圈。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叫做光圈国家队啦。不是每个人都有光圈，服侍的过程当中，站立的有光圈，即便是软弱的，他也能够透过他的生命发出光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的头上有光圈，不在乎你是软弱的还是刚强的，而是上帝的恩典让你头上有光圈。每个人都会有，只是看你自己往哪个方向走。所以你看耶稣的旁边，有些人头上就没有光圈，提醒我们跟耶稣站在一起，不见得每个人都是有光圈的。但愿我们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头上都有光圈。再看一张很特别，你就看不到这个人的脸了。他长什么样子，只知道他蒙头，他的脸型是怎么样，胖或圆，或者是他的脸上是有带着欢喜快乐还是忧愁都不知道。但是他在人群当中伸出一只手来，要触摸那个穿着红色衣服耶稣的恩典，耶稣的宝血是爱的象征。你的手愿不愿伸出来，带着信心、仁爱、喜乐，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节一样，是在宣告。他也宣告说：我要触摸到耶稣，复活的耶稣，恩典满满的耶稣。你是否也愿意？即便是在线上看礼拜聚会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伸出你的手来触摸耶稣呢？再看一张，这个是比较文艺复兴之后所画的图。你看那位，这次就人比较多了哈，可以看到脸的。你会看到有一位姐妹，穿着这个是比较华丽宫廷的画风，然后你看到她旁边还有人服侍着她，但是她即便身材、她的身形还有她的穿着，都是属于社经地位比较高的，可是她也跪在那一位她所需要的主的面前，她的双手是摊着。我什么都有，可是我需要的是什么？愿耶稣帮助我。在这张图里面，你会看到左下角有一个人，身形很瘦，有人说那是画家，他自己也是那瘦巴巴的，他的生命也是像被苦毒一样，他的脸是黑的，他的身体是瘦的，但是他也望着那位需要被怜悯的主耶稣，他需要被怜悯，他望着那位主耶稣。所以我们每个人，你的眼光看向哪里？
是看向丰盛之处，耶稣基督的同在。通过这张图，我们看到，不论是有钱人或者是没有钱的，不论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还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都需要。所以刚刚我们所看的图，不论是光圈的，或者是看不到脸的，或者是有人拿着手指像枪毙人一样的这些动作的图，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软弱，但是在何处软弱，就要在何处刚强，因为每个地方都是上帝的创造。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第5章，它有3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有人患污鬼，但是得到医治；另外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圣殿的礼拜堂的会堂的管理者，他这个管理者这个主管的女儿生病了，要被得医治的故事。最后一个是医治血肉的这个12年的妇人的故事。我们看圣经故事就知道，第一个故事是一个，第二个跟第3个是包在一起的。先讲管会堂的，然后又插进了这个患血肉12年的，然后再得到医治之后，再回到会堂的主管的女儿得到医治。所以在这是马可福音用一种独立的一种方式，像是叫做三明治，故事里面有故事，故事完整之后再回到第一个故事。所以这是马可福音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提醒我们，不论故事如何，都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是提醒我们，你的生命要不断的移转，你要相信恩典的上帝如何带领。所以在今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第一个是以身体为中心，第二个是以生活为中心，第3个是你要移转你的中心点，进入以见证耶稣为中心。所以这是在整个福音书里面，生命不断的在移转。原本你在看你所要看的，得到你所要得的，但是你所看的跟你所得的是要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你所看的跟你所要得着的才是丰富的，或者很快就会移转，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所以中心点可能是让你软弱，你所需要的往往都会认为说这个是我很看重的，但是等到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到不全然都是你所要的。刚刚我们所看的圣经节，这个姐妹她一开始是以她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为中心，就是身体呀。身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血。原本不论她的日子过得如何，但是当她开始生病的时候，她的身体开始血肉，开始血崩，她的血慢慢的流掉。血是整个人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也是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这个人死掉了，因为他失血过多，所以失血过多会造成人死掉。所以这个姐妹也一样，当她的血慢慢流掉的时候，告诉我们，人是短暂的，人是软弱的，因为人从血气而生，所以人是带着血的，这个血是很宝贵的。所以圣经说不可流人的血，所以说不可杀人，不可以伤害人，有形的血不可以，无形的血也不可以。所以有句话说，我的心在淌血，外心底下在地会，我的心很痛苦，因为你讲的话让无形的我被无形的杀掉，被你无形的伤害的语言，甚至变成是有形的伤害。所以圣经里面说不可流人的血，意味着是什么？你不可以让他的血，就是人的生命的本质，这个是很软弱的、很短暂的，很快就流走。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身体的宝贵就是在血，但是血很重要，所以耶稣也就用血来成为一种祭物，它是一个挽回祭。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左右2只手，他的肋骨旁被刺了，他的脚被钉，所以他的身上的血一直在流。耶稣成为挽回祭，耶稣被人家流了他的血，但是他的血却成为我们的爱的记号。因此牧师刚刚有分享说9月5号我们会有一个圣餐，在这圣餐里面我们却看到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这是我的血宝血为你们而流。所以因为这个饼跟这个杯我们称为义，也因着耶稣基督流了他身上的血，
所以看见我们身体的软弱，也因着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又拥有了上帝的恩典，就是基督的宝血。基督徒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得胜，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以身体为中心，但是在他的爱里面，因着宝血，因着他的血液，让我们有福分于属天的，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爱。所以今天基督教不是只是讲爱，而是讲我愿意为你牺牲，因着耶稣基督为我牺牲，我愿意侍奉，我愿意透过我的身体，让人们都在看身体为中心，是很重要，但是是一步往上，一步往上，以身体为中心，以生活为中心，到以基督为中心，这才是我们所要的。所以耶稣在调整这个换血肉的妇人的眼光。我的身体很重要，可是我现在血液在流，我的生命在消失。但是如何让身体为中心，到生活为中心，到最后以基督为中心，这是何等的重要跟学习。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从身体，然后接着移转到他回去看他的生活。每一天我们都有不同的事件在发生。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件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未来，而且每一天都在发生事情，发生事情就成为日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都有这些外在的事情跟内在的事情在冲突。外在的力量常常在对付我们，内在的力量、内在的生命也常常在对抗这个世界。你想要的世界不一定给你。外在力量的对决跟内在生命的对决，这常常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你有多少内在需要去面对的？你有多少事情是你需要去想的？有多少事情是影响我们的？所以从外在跟内在到底有哪些？外在我们会看到的是经济的问题。这个换血肉的妇人，他的经济已经有问题了，他的财务盘点一下，可能有很多的钱都支出了，他花了很多的钱看医生，他花了很多的钱买食材，让他的身体健康，让他的身子恢复。可是经济的弱势，财务的转少，他的身份、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地位越来越不一样。刚刚开始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牧师在带我们祷告，为什么？为每个人的身心灵祷告，为有在读书的学业祷告，为工作的就为事业祷告，为进入婚姻或者是感情的，为了孩子后代的，为这些祷告，其中也为了我们自己的教会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许许多多内在的需要面对的是那种冲突，外在的有更多是冲突。所以我们看到这位换血肉的2000年这位生病的姐妹，这位信仰的肢体，她有经济、有财务、有身份的问题，有地位的问题。她的里面呢更多烦恼，这个挂虑，这个害怕这样子，害怕那样子。她的生活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压力，甚至可以说一团混乱。她的人际关系可能已经没有人要理她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朋友愿意帮助他。12年下来，他有外在跟内在的软弱。过去是血肉的问题，今天的时代我们会有 COVID-19 的问题。即便我们身体健康了，可是我们生活还是受到 COVID-19 的影响。这个病毒还是存在，甚至有预测说8月又要进入一波的高峰。我们生活还是受到这些病毒的影响，疫情的影响，生活仍旧需要有一个中心点，只是这个中心点是什么呢？生活中心的经典再现是常常我们生活当中你喜欢的，有一句话叫做“喜呀、明呀、温呀，鬼恶之所灵呀”。你记得这句话吗？有人点头哦。你捌看过布袋戏不？布袋戏那个史艳文，20年前风靡了全台湾那个史艳文，他
经典的名句就是喜呀、明呀、温呀、回恶及收敛呀。他这句话出场的时候就是讲这句话。我再念一次这是用台语的，念起来才比较有到位伊讲人有冲天之志，无温不能自通；马有千里之行，无人不能自往。时也、明也、温也，回恶之不能也。严家失大，火不如鸟；夜光霸足，行不如蛇。时也、明也、温也，回恶之所能也。很有意思他在讲说什么？即便你有再高的志向，但是没有这样子的运气，也无法通往那个千里呀。马可以走千里，可是没有人驾驭它。即便是千里马，也要有伯乐，伯乐才能够驾驭千里马，看得出是千里马。所以，即便你是千里马，但是也要有这样的时机，有这样子的命，有这样子的运气。不是个人想要说我做得到，但是也需要有贵人的相助。他说鸡翅膀很大，但是它飞不如鸟。鸟的翅膀比较小，但是它能够飞比较远。蜈蚣可以有很多只脚，可是它却不像没有脚的蛇，蛇的速度比蜈蚣快。这也都是时机，这也是它的命，也是它的运。所以在提醒说，我们即便再多优秀，但是一定会有别人的帮助，会有时机点，会有你的生命当中上帝给我们学习的。所以云州大儒侠这个书养文，他在讲的是呈现是人的哲学，人的问题，人所要面对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重要的不是每一个故事里面的人物而已。史艳文很厉害，总驾人嘛就厉害，受环境嘛就厉害，但是他们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个长进人，是那位带领者。所以这个黄家姓黄的这个家庭，已经在台湾5代都在做布袋戏。因是后边那个写剧本呢，后边那个在掌控的。各位同工弟兄姊妹，上帝在写我们的剧本，上帝在引导我们，上帝帮助我们，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看清楚。以身体为中心很重要，以生活为中心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移转中心点，焦点移转是信心的开始。软弱的地方是因为我们一直看软弱，但是上帝的话语不只是帮助我们有正向的心理，更重要的是福音的心理。你里面有福音，才是真正我们所要拥有的。有没有福音，会帮助我们决定我们是否软弱。所以这位姐妹不是在看我还有多少钱可以看医生，我还要吃什么药，我的身体才会健康。身体很重要，生活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她的焦点很重要，打败软弱的昨天，迈向更深的依靠，那才是她生命的移转。所以不要再为过去说我多软弱，我多软弱。要打败软弱，就是你的焦点移转，焦点转向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依靠信心的开始。所以就是接触到中心。他过去花很多的钱看医生，他花很多的钱吃营养的补给品，但是中心点不是在医生，也不是在补给品、营养品，而是基督为中心。所以当他转移这个中心点的时候，他的福音不再是医生跟药品，不再是食材跟哪一个名医，而是看到耶稣基督，以接触耶稣基督为中心。各位同工弟兄姐妹，生活当中困难一定有，就像刚刚我们的董事尤伯宏牧师，他跟我是同学，他也很了解现在圣经学院的状况。圣经学院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一定会有困难，但是我们也知道困难一定有，恩典一定够，这是我们确信的，而且知道说上帝会在每一天预备足够的恩典。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早餐吃的时候，上帝降玛纳，每天的玛纳都足够。你不能为明天而积蓄玛纳，每一天都有新的玛纳。所以不是以色列人不努力，而是上帝在每个时候有他的时机点，也要给以色列人学习。所以如果从以色列人的经验，他会说：时呀、明呀、温呀，回恶之所能。
不是他自己要很聪明就一定能够达到聪明所要的目标，而是上帝的恩典一定够，困难在生活当中也一定有。所以如何移转中心点，是提醒我们，生命的故事还没有到结束。这个妇人生病，她的生病12年还没有结束。真正要打败她的生命的故事是，她知道恩典在哪里。所以刚刚我们还记得我们刚刚所看的图吗？不论是看不到脸的还是看得到脸的，重要的是他的手伸出来，恩典会再继续。而且这个童话般的这种故事，那个幸福快乐的结局就在前面，就在他伸手的时候，不再是抓医生，也不是在抓药瓶，不是依靠受造物，而是依靠造物主上帝。所以当他伸出手的时候，整个故事就不一样了。移转中心点之后，他是见证耶稣为中心。这位妇女，她的信心成为她的叙事，成为她的故事。她在告诉别人说：原来我以为身体好了就很重要，我以为生活中心很重要，最好是追求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这些都要被打败。真正要成就的是把那些外在内在的都打败，而且更重要的是建造一个新的层次，就是信心的层次。信心让他的身体健康，信心让他的生活会不一样，信心让他的眼光看到耶稣基督。这是奥秘的功能，也是功效。或者人只会在看的只是说钱够不够，我的生活好不好。当眼光看的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体会到我的血肉，我的身体不再是我的身体，而是耶稣止住了我的血肉。我的生活不再是只是让人觉得说，哇，你很不错，穿得很富丽，很好看，旁边还有女婢在帮助你。这些都已经不是功效，也不是功能，而是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会体会到说，在基督里，我的真正的问题要被改变。我有自己才能够打败自己，但是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人开始诉说耶稣基督，他开始见证耶稣基督。他说，改变生命的奥秘是只有耶稣跟这个当事人才能够体会。所以耶稣要他说出来，接着他说出来的时候，把恩典的故事说出来，打败他生命的软弱，打败他过去只是依靠身体、依靠生活、依靠他所认为宝贵的东西。所有的世上的东西都只是暂时的，唯有永恒的才是我们要抓住的。刚刚我们的敬拜团有带我们唱这一首诗歌，约书亚的诗歌《相信拥抱》。这一段诗歌写着说：你流下的泪水有甜度。我们可以想象，用那个换血肉的妇人一样，他哭了多久？但是当他遇到耶稣之后，哭的眼泪，高兴的眼泪，哇，我的身体健康了。原本哭的眼泪是苦涩的，但是遇到耶稣之后，他的眼泪变成是有甜度的。主啊，你怎么医治我？这个妇人，他被耶稣肯定，因为他值得，他被呵护。各位同工弟兄姐妹，待会儿你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你把自己放进去，被耶稣基督拥抱。在世界被创造之前，在座的你，在座的我，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心深处。看你的人生一路上的风景就不再一样了，有耶稣的看顾，你就不孤独。你还记得刚刚那些图吗？那个妇女都是孤独的，没有人伸手帮她，甚至有人要枪毙她，大家讨厌她。但是当她被医治之后，她的头上有光圈，她是不孤独的。世界被创造之前，你我就在她心深处。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12年来的付出，终会有回应。各位弟兄姐妹，你过去的日子所有的付出，终究会有回应。你要用的是全部的力气，紧紧的被耶稣拥抱，被耶稣紧紧的拥抱。最后这一里面写着说：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然后他后面写的副歌说：脱去所有沉重的回忆，以前身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这些都要脱掉。看见耶稣微笑的表情，因为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身体健康了，心灵茁壮了。重要的是这句话：神看每个人都如此美丽。上帝所创造的，即便好像在黑暗里面，但是上帝也知道我们是好的，因为阳光出来的时候，我们又重新得到新的生命、新的盼望。当我们再次睁开眼睛，身旁的你，意思是什么？当你祷告完，或者是夜晚到天亮的时候，当你打开眼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看重的，包括自己。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些。最后说，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最后一句话说：爱是我，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爱是我，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意思提醒我们，我、你、他，每一个人都要拥有爱，但是这份爱是从上帝而来。结论：疫情让上帝儿女受到不同层面的影响。确实，我们的层面，每个人的经验或多或少会有一样，也会有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的面对我们生命的脚本。上帝给你的喜呀、温呀、明呀，没错，我们没办法去改变这些，但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焦点移转。身体很重要，生活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移转。不是看身体跟生活，而是看耶稣基督如何带领我们。疫情不是让我们远离，刚刚牧师邀请我们从线上聚会的，可以慢慢开始回到教会。疫情不是远离，而是跟家人、亲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互相关怀，帮助他人，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没有软弱之处。哪里有血肉，在那里就有上帝的恩典。哪里让你软弱，就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打败，让我们不再软弱。让我们的生命故事，让迦南教会进入迦南教会，就像进入迦南地的弟兄姐妹一样，要诉说上帝的恩典，诉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一起来祝福，让迦南教会成为迦南地。让迦南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地方领受上帝的话语，透过牧者们长子同工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不再软弱，打败内在的软弱，也打败外在的软弱。也许疫情还会持续，但是重要的是，在艰难的世代，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身体仍旧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生活仍旧很重要，生活是见证耶稣基督的中心。但是不要再看身体如何，生活如何，而是看那在十字架上恩典的故事，让生命的故事继续下去，让我们继续打败那可见的软弱跟不可见的软弱，妇女不可见的软弱，弟兄不可见的软弱，还有可见的软弱，都在以基督为中心当中帮助我们胜过。我很快用几分钟来报告圣经学院，欢迎有机会来到圣经学院。我现在我不知道还能我拉下我的，您快一点挂不？好，反正我在圣经学院也认他。我们圣经学院有一台很不错的咖啡机哦，欢迎大家来圣经学院。有到新竹的时候，欢迎进来，让我有机会接待。好，圣经学院，我还是一样有4个意象，这4个意象是4个 R， 我很快来解释一下。这4个 R， 你也可以在圣经学院的网页上可以看到这4个 R。第一个 R 叫做 rest， 身心灵得到休憩。来这个圣经学院，我们的目标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圣经学院，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你也可以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家、我的办公室、我的双脚所站立之处，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休养生息的地方。第二个 R 叫做关系，
关系的连结是透过教育，教育使我们彼此有关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接着教导他们彼此有师徒的关系。我们的教会借着彼此的分享也有关系，就像我们的阿嘎佩这个活动，也能够带领这些弟兄姐妹有关系。这是第2个 R。第3个 R 就是有教育的关系之后，我们会有新的 renew， 你的就开始就不一样了，有新的想法、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一种化成为新的。第4个叫做 recreation， 就是一种新的创造力，是一种喜乐的 recreation， 它本身又代表喜乐的创造。所以建造一种让弟兄姐妹感受到，在这里面我们有创造力、文创的，这是4个 R。那这4个 R 把它浓缩起来做事情就是2个，一个是教育，第2个是服务。教育是圣经学院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透过不同的课程、不同的训练的中心，然后透过有牧师的，也有信徒的。牧师、信徒，我们都有不同的课程，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圣经学院的网页，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是教牧课程，许多牧者来在职进修。我们的是比较强调实践，跟神学院的神学的课程基本上是有不同的方向跟目标，但是同样的都是为了造就教会。好，接着我们看下一章。这是音乐同工，我们因为疫情，所以许多的课程会暂时，但是在新的学年度，我们都会有恢复这些同工所需要的。看他北叮当，好，这是我们跟比如说像圣经公会，郑正仁牧师也是我们的前任的牧师，我们常常会一起举办这些讲座课程，包括跟总会的事工一起来合办这些课程。跟他北叮当，好，还有很多的教会举办退休会，到圣经学院来举办退休会。好，还有长职同工的灵修会，甚至包括团契小组，也都在圣经学院有不同的课程。我们还有松年大学，我们迦南教会也有松年大学，蔡长老、蔡校长，他也参与在松年大学的事工，有许多同工，都是属于教育的课程。再来是服事的目标就是透过弟兄姐妹来，我们服务他们，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在社会都是在服务别人，所以我们有提供很多很不错的场地，不论是大型的或者是小教室，还有我们有一个多功能运动中心，取名叫竹圣馆，这个是以前是游泳池。所以去年总会年会就在圣经学院举办，双年教会的野外礼拜也在圣经学院举办。那包括别的宗派，像新竹浸信会，连社教70周年也在圣经学院来举办。我们提供给他们有这些场地。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注重吃，台湾人很看重吃。怎么吃得健康，怎么吃得好，这是我们在努力的。我们的多元化的住宿，从单人房到多人房，但是因为疫情期间，除非是很熟识的家人才会住在多人房，但是若不，我们都是只安排在单人房为优先。刚刚牧师提醒我们也，因为我 PPT 里面还来不及做，我们刚刚通过，就是1楼的修建。1楼的修建，我们信徒大楼的我们的 lobby 就像饭店一样，因为已经用了30几年，所以我们需要做整修。这个整修是期待说，让进入的人会觉得在这里真好，在这里很舒服，但是不是像饭店那样子的豪华，而是以灵修、以金钱、以服侍荣耀上帝为优先。所以圣经学院的重要的就是灵修跟进修，这是教育的部分。然后服务就是让你觉得身心灵都很美好，愿上帝祝福我们。最后，这是今年我们的需要，在今年我们要目标是6700万，我们需要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继续努力，希望各位同工弟兄姐妹能够为圣经学院来代祷、奉献跟关心。
所以再次邀请我们圣经支持关心圣经学院的，可以为圣经学院来代祷。你可以上圣经学院的网页，可以看到这些各种方面的讯息。好，邀请牧师、教会的长子、同工弟兄姐妹有机会到圣经学院来，为圣经学院关心代祷，也同时间我们彼此互相祝福。接着我要请我们的敬拜团跟我们一起来唱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回应诗歌《相信拥抱》。请大家起立，请同工帮我控制 PPT。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拥抱你。你流下的泪水有甜度，你值得被肯定、被呵护。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看人生一路上的风景，有耶稣的看顾就不孤独。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脱去所有沉重回忆，看见他微笑的表情，深看每个人都如此美丽。我再次睁开眼睛，身旁的你如此清晰，愿我们珍惜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各位弟兄姊妹，当你愿意伸出手的时候，你能跨过你身体的软弱，不再是以身体为中心。当你愿意伸出手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的时候，不再是以生活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伸出你的手说，主啊，愿你帮助，就像那个换血肉的妇人一样，你也祝福了他，愿你也祝福我们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在你里面得到供应，得到满足。阿爸父神，愿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打败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不论是信心的软弱，还是生活的软弱，身体的软弱。愿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拥抱我们，因为爱是我们的上帝，爱也会临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恒不变的慈爱充满你们，好叫你们踏出教会，成为新造的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基督的香气，成为打败自己一切软弱，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台上，你们成为丰富饱足的。愿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恒不变的慈爱，圣灵的浇灌满足你们所需要，
不论是在礼拜堂内还是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同样得到属天的恩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的礼拜就到这边。愿主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线上弟兄姐妹一样领受神的爱。愿你们平安，我们彼此来祝福。